跟住講八字，問事者問佢個八字係咪兩氣成象，想知道自己八字。我諗你意思覺得自己八字好特別，係咪啊？你應該學過下八字。你睇到自己八字本命盤淨係得木同土，覺得好特別，所以你覺得係咪兩氣成象？格局呢樣嘢啊，冇話佢唔得，但係喺我角度，喺我觀念，所有八字都係普通八字，冇分高低成就。八字用頭係俾你睇你自己運程，吉凶，吉就要把握，凶就要保守。八字用頭就係咁樣。格局呢樣嘢有少少帶有宿命，就好似固定咁樣，固定人哋一生高低成就。我覺得有少少宿命，所以我都唔會用格局呢樣嘢。就好似兩個人相同八字，財運好同埋工作運差，就等於你行呢條路，呢個財運，呢個工作運。如果另一個人揀行財運呢條路，但係呢個人呢，揀行工作運呢條路，佢係揀做生意，佢呢個人當然好啦。我講緊呢個 A， 呢個 B。A 人去揀做生意，去揀做一啲同錢銀嘅方面行業，佢肯定成功嘅。但係 B 呢個人竟然佢走去做公務員，梗係死得啦，肯定衰嘅。所以相同八字就睇你點樣揀，睇你揀條路，睇你個方向，唔係一個格局定死一個人。八字用頭就係睇運程吉凶，睇你點樣選擇條路，點樣行，行得舒服啲，同埋行得唔舒服，行得唔順暢，係睇你自己點樣揀條路，唔係個格局影響你高低成就。八字用頭就係咁樣。我唔反對出邊啲師傅用格局呢樣嘢，但係你用格局呢樣嘢可能會帶俾人哋誤解。你同人哋講你格局好好，高低成就好高，但係對方選擇路線呢，如果個選擇路線呢，即係等於 B 君咁樣，佢工作運差，竟然佢走去做公務員，去打工，做一般工作行業，咁對於 B 君嚟講肯定差嘅啦，係咪？但係 A 君個選擇去做生意，又或者去做一啲同錢銀方面嘅行業，咁 A 君當然條命特別好啲啦。所以格局呢樣嘢我唔反對人哋用，但係又帶有少少宿命，會令到人哋咧以為坐定定等運到就得啦，乜嘢都唔需要做。你嘅格局好高啊，即係等於話俾人聽你格局好高啦，你有八字好好啊，等運到啊，咩嘢都唔需要做，等運到可以噶啦。八字用頭唔係咁樣嘅，八字用頭係俾你提早準備，唔係睇你格局高低成就。你個八字係日主受剋，所以本命盤嚟講唔好加重佢就得。你個本命盤三個小格格一齊圍毆你，所以你工作運同埋財運都係唔好，同埋感情運都係唔好，會好多阻滯。同埋你返工嗰陣時，你匿埋一邊坐靜靜地坐喺度，個老細都會走過嚟話你坐
姿勢坐得唔好，所以日主受剋就係咁樣啦，會好多唔順嘅嘢，俾人針對，同埋小人是非都係特別多。但係你地支係冇問題嘅，比劫。雖然你地支一大堆比劫，但係冇問題嘅。但係地支唔好出現財運就得啦。如果你地支同埋天干出現財運，對你更加差，將你嘅傷害性會加重。但係地支唔出現財運，反而冇乜問題。如果你天干出現財運啊，會加重3個小格格為偶嚟，更加重，因為將個能量加強咗啦。我哋一齊研究嘅八字，批個八字，天干、申庚3個小格格，乙木、剋、日主。地支3個戌土、未土、丑土，仲有一個自負。你個八字係冇乜問題嘅，只不過係日主受剋。你只需要唔好加強3個小格格為偶嚟就得啦。咁你個日主就唔會傷害太勁。你個八字需要用比肩，即係你天干需要比肩，對你比較有幫助。但係你個八字不能用甲木同埋乙木同埋壬水、癸水都唔可以用。你只需要解決天干呢部分，日主受剋呢部分就可以啦。呢度天干同地支啦，財運呢部分，壬水生3個小格格為你日主，唔可以用。癸水生小格格都係唔可以用。地支子水一陣日，子丑合，財運冇咗嚟。亥水死得更加嚴重，因為地支一大堆比肩，一大堆比劫，所以亥水死得仲加嚴重。嗱，睇天干呢部分，甲木一陣日呢個大運，你死得更加嚴重。乙木都係唔得，完全冇幫助。地支寅木可以用，卯木卯戌合不能用。所以你個八字地支只可以用寅木，所以你工作運同埋感情運成日高高低低、跌跌落落，所以唔順暢。桃花運同埋你工作運唔順暢，就係咁樣解。因為你財運可以睇到全部唔用得，工作運、感情運淨係得寅木可以用。所以你個八字兩係成仗，冇乜關係，係因為你個八字問題影響，八字運程影響你唔好，所以你個八字係比較差啲，但係唔緊要嘅。八字唔係宿命論，你可以喺外圍空間多啲用。你天干呢部分多啲用火五行，對你就會好啲啦。但你地支用火五行都冇乜所謂嘅。你最緊要解決天干呢3個部分，呢三個小格格為偶嚟，解決呢度，你個運程就會好啦。你個八字工作運係比較差啲，財運又唔用得，工作運淨係得一個寅木，你唯一方法就係用火。你身上多啲用火，同埋靜坐，睇下經文啦，或者聽歌，你要靜，你個運程就會起啦。因為你個八字遇唔到火五行，所以要靠外圍因素幫你加分，
要靠你自己身上加分。所以你要用火呢個五行提高你個能量，你個八字本命盤運程就會起啦。如果係一路咁樣去追求財運啊、感情運啊，可能會比較差啲，所以我唔建議你去追求啦。你要唯一方法就係用火，火五行，火五行對於嚟講係人，你靜，你一定要靜。當你靜，你個能量就會提高。平時多啲飲下茶、煮下飯，接觸多啲太陽，煮多啲飯俾屋企人食，同埋靜坐，你個能量就會提高啦。如果你想你自己運程好，你與其追求呢啲，你嘅八字係唔係兩係成格？你掛彎埋呢啲咁嘅格局，對於你嚟講係冇乜幫助。所以你一定要用火。如果你想你自己好運，你就用火。所以你話八字一定要解決三個小格格先得，同埋你用比肩啊，多啲用比劫會可以幫助你。因為天干如果天干行戊土，對你有幫助，因為可以減傷害，同埋己土都可以，因為一個格幾合，原本三個圍毆你，依家得翻兩個圍毆你，你運程都會提高。所以你八字要用比肩，即係朋友同埋同事同埋印星靜坐，即係火五行，你個運程就會提高啦。下一條影片再見，拜拜。